TVB 嘅實力男星胡諾言同埋圈中嘅妻子陳琦結婚多年，依舊恩愛有加。婚後咧，佢哋係嬲低3個可愛嘅兒女啊，一家5口嘅生活讓人十分羨慕。日常咧，除咗工作之外咧，胡諾言只要有時間就會陪伴屋企人，並且咧就帶住嗰啲妻兒去旅行。唔怪網友都讚其是個好老公啊，好爸爸啦。近日胡諾言嘅大女兒胡子玲迎嚟中學畢業禮，作為父母嘅胡諾言同陳琦自然會全力到學校為女捧場。咁事後咧就陳琦咧更加係分享咗張女兒嘅近照，吸引咗唔少網民嘅關注。從相睇得出咧，胡子玲出落嘅亭亭玉立，15歲嘅佢宛若小仙女一樣，着住紫色嘅晚禮服，梳咗個淑女嘅髮型，長髮披肩啊，咁啊睇起嚟咧，真係相當有氣質啦。呢張咧看似係寫真嘅相咧，其實係出自陳琦之手。喺從其言談間咧，就睇得出啦，胡子玲之所以打扮嘅呢乜正式，係因為要參加畢業舞會，而呢一身造型都係作為媽媽嘅陳琦精心為女準備嘅。小如火被打扮嘅好靚啊，仙氣十足，就連陳琦睇後咧都忍唔住盛讚個女兒嘅美貌啦。咁此外咧，陳琦咧就表示咧係女一直係自己同埋老公嘅掌上明珠，如今終於中學畢業，兩夫妻自然開心不已。與此同時，亦感嘆時光飛逝。唔少網友睇後咧都表示陳琦咧係個好有心嘅母親，對於女兒嘅愛咧都係讓人羨慕嘅。胡子玲作為星二代，真係繼承咗父母嘅高顏值，一旦臉型堪稱完美，就連五官咧都係相當精緻嘅。呢個美貌咧完全可以直接出道嘅。咁對此咧，陳琦同老公咧似乎冇乜太多嘅諗法啦。始終個女咧仲喺度讀書，涉世未深㗎，將來想要從事啲咩行業都要睇佢嘅興趣。只要係對方喜歡，相信陳琦同老公都會大力支持。至於現階段啦，好好讀書自然係最重要嘅。相信胡子玲自身亦都係咁認為啦。其實除咗胡子玲、陳琦嘅兒女同埋個少仔嘅長相，亦都好出眾。佢咧此前父親節嘅時候咧，胡諾言仲專門晒出自己同個仔嘅合照，睇得出咧小大姣咧長得係更係似媽媽陳琦，兩母子好似刻出嚟嘅，講唔係親生嘅都冇人相信。即係話說胡諾言咧入行咧至今都有20幾年啦。初期由於喜歡音樂而走入娛樂圈，亦都曾經發行過幾首單曲，但係冇貨啦。後來胡諾言同大台簽約，開啟咗主持生涯。做主持人嘅同時咧，胡諾言仲自薦去組戲。至今咧佢參演嘅作品咧，亦都有幾十部嘅。雖然咧冇表演功底啦，但係胡諾言嘅實力仲係毋庸置疑嘅。想嚟佢喺呢方面仲係有天賦嘅。前不耐咧就胡諾言咧就參演咗《刑偵12》劇中咧，佢飾演大集團嘅公子哥。咁性格嘅雖然懦弱一啲，但係好成個仔嘅。不過最終冇一個好下場，觀眾為之可惜。2年前啦，胡諾言啦已經同大台咧轉換咗合作方式，從經理人合約變為部頭約。咁一嚟咧，佢將會有更大嘅發展空間，自由度亦都更加大啦。日常除咗偶爾拍劇之外，胡諾言仲會接一啲商業活動，而佢嘅妻子咧就係轉型啦，做咗網紅，主要咧就賣一啲母嬰用品啊，夫妻合力都係冇少賺。而且私下胡諾言喜歡投資房產，如今佢名下有4個物業，據講價值超過4000萬。由此睇嚟，胡諾言呢亦都算係個妥妥嘅隱形富豪啦。